我哋選擇咗無印奶油風作為整體嘅風格，用上咗柔和嘅奶油色配淺木色嘅家私。呢種風格唔單止睇落去舒服，仲可以令到單位感覺更加開揚。隨住安秀苑嘅入伙，即將迎嚟嘅新居屋就有高宏苑啦。我哋仲有其他屋苑嘅設計，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室內設計案例，就記得留意同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 YouTube channels 啦。高宏苑坐落油塘區，背山面海，行5分鐘就到港鐵油塘站同巴士總站，附近嘅生活配套都好方便。我哋為戶主打造咗一個 Muji 無印風格嘅安樂窩。我哋選擇咗無印奶油風作為整體嘅風格，用上咗柔和嘅奶油色配淺木色嘅家私。呢種風格唔單止睇落去舒服，仲可以令到單位感覺更加開揚。一入大門就會見到奶油色嘅圓角掛牆飾櫃，配合 L 字形嘅地櫃設計，增加視覺嘅連貫性。我哋仲設計咗一個餐邊獅字櫃，除咗可以收納之外，仲可以提供到額外嘅座位。而喺櫃嘅頂底仲加裝咗滲光燈帶，令光線均勻柔和，即刻營造出溫暖嘅無印風氛圍。由於客飯廳冇一個透光嘅窗，所以設計師特登為客廳嘅光線用上香港昔日建築嘅方形造型嘅玻璃窗框，令到光線可以透過玻璃灑入客廳，唔單止有設計感，仲形成特別嘅藝術光影效果。夜晚開燈嘅時候，又會變成另一種氛圍。新居屋嘅單位間隔多樣化，今次我哋嘅間隔就會以右邊作為主人房。我哋延續咗客廳嘅奶油風，但係加入咗日式木系嘅元素，增添溫暖感。設計師更加用咗家私作為間隔牆，設計咗雙面共用嘅儲物櫃，慳位之餘又實用。未來新居屋嘅業主都為佢哋嘅新居做準備，我哋更加有全新居屋嘅成功案例同你分享。如果你都有任何諗法，不妨喺下低留言話俾我哋聽。我哋好高興我哋嘅客戶喺新居入伙嘅同時迎接小朋友嘅誕生，戶主都想為小朋友長遠規劃一個活動空間。我哋喺細房設計上充滿心思，而家係一個放嬰兒床同小朋友嘅活動空間。而戶主為咗小朋友長大之後嘅長遠規劃，所以我哋配合電力嘅裝置同埋尺寸，預留咗一個作為小朋友成長嘅單人床位置。近窗位置設置書台同駁身掛牆櫃，等光線可以充分透入。而細房有一道門可以通往露台，我哋係露台設計咗戶外嘅家具，可以俾戶主欣賞街景，享受居家生活。我哋仲喺旁邊設計咗一個特色洞板，等戶主可以擺放植物同埋裝飾品。廚房用咗彩石牆同奶油色玻璃門，等廚房光線可以透去客廳，又保持整潔感。喺浴室設計方面，設計師因應戶主嘅需要，設置咗一個雜物區，擺放一啲吸塵機同清潔用品，迎合返生活嘅需要。石紋牆身配合奶油色調，簡約得嚟又有質感。如果你都中意呢種設計風格，不妨喺留言區話俾我哋聽。如果你都想對於設計有個突破，撳入下面個掣，同我哋嘅室內設計顧問諮詢，成就屬於你嘅夢想間。